听众，喂，sorry，各位，真冇喺嗰下，各位聽眾，這禮拜我接我去講鬼嘅故事，我特別嘉賓過來講鬼，領導講鬼故事就真係這人是個聽啊，所以同佢，咱這禮拜我瞄咗你就俾插亂，喂。啊，這禮拜講鬼。我走埋鬼故事。姐姐，阿龍好嗨強條。嚟講鬼故事啫。講鬼故事先啊！邊領學家邊領學家識聽眾大家好。唔講個大聲噃，冇搞大聲先。哦係啊，我未見佢呢聲，我未見佢呢聲，知道嗎？當叫未使啦嘛。其實你咪講唔嘅。佢講鬼嘅故事咯，我就一人定解講咧就歡喜嘛，就一人驚聽嘛。人驚聽，佢就一人驚講，佢都制。嚟講鬼故事。咁啊！你聽到一聲。啦，有笑。嚟講啫，嚟講我聽做乜嘢？我歸哪嚟啦？即係講係咩聲啊？緊張嘛？你怎麼能講聽就就冇去笑嘢係冇嘢？嗱我攞你白鴿嘅。超自敗咯，唔是好啊！嚇笑啊嘢！等陣就是講，我講到家尾。了好你當一家二里個恐怖你當然扮咗佢亂嘅。嚇，免插話，免插如何？同你講啦，啲 MV 正不歸人哋告訴，會使講阮嘅啫。係啦，有一個咧唔是啲 MV，一啲漳州，伊是個。講大聲噃，我你咪啦。講大聲，講 OK，當然個聽到個清楚啦嘛，嗬。伊是有一個故事咧，是發生喺漳州嘅啫。伊是有一個老翁某啦，因有一個囝，應該都在中國嗰度生一個囡仔嚟嘛。係咯，伊嘛細樣加小咯，伊一個囝嚟嘛。保安咧？保安啊，係咯，伊囝3歲咁時候咧，嗬，因到佢而你 video camera 嚟佢翕嘛，做紀念嘛，3歲是生日嘛，係啦嘛，開一套係啦，係你驗了你 video cam 啲翕咯。sorry。對唔對？我是本領，係咧，人同你有咧見到埋啲就話喜咯，啲截圖咯就，係咧狼堡半咁講，就旁邊佢哋見啲人跳隻，就話喜嘛，baby 娘嘛，細漢嘅嘛是哦，就出表嘅嘛，係咧而家啲跳，因為無啦曬就講，後尾收就唔掉到，無啦曬咗，係啦跳咧嗬，已經不得大家死咗，喲。係啦，一年過後咧，即對紅包咧，嗬，啲已經係4期日咧，嗬，就是已經係生日啊嘛，嗬。而家就對迄個 video cam 嚟看咗，因為因一年來無去 transfer 出來，無去放出來看過咗一個咗。係咯，因為伊想去驚嘛，因為自己嗰時驚生日，video cam 出來看咯。係啦，看點先嗬，你真看到唔驚？係咩？伊看到伊驚嗬，唔是因為歡喜啲跳咗，伊是看到。有一隻手裝在伊囝嘅頭，喲，Q 個驚死咗。喲冇幾長，喲，一隻手人掠掉嚟看到 video 時，一隻手呢？看到一隻手咧，到啲天人很掠掉啊！到啲天人啊，就係憑空揾出來一隻手裝在伊囝嘅頭毛，直 Q，係啦，伊囝有尾，伊嘛伊囝動嘅嘛，直 Q，伊囝是隻空口直，可以裝啦，放手啦，拔到頭個死。這是你都係聽得出來，未使講你聽啊！特別是你白嘅人咧，我白嘅人講，唔是我，也唔是我白嘅人，是講人啊，成日告訴人講人聽嘅。係啦，有一個咧嗬，即係是啲 M 會發生嘅咋，是啲 M 會發生嘅。係啦，有一日咧嗬，有一個老官啊，伊放工嘅點時咧，伊 OT 嘛 ，because 有一個 patient 有一個破病啊，被開刀嘛。係啦，因為開刀咧嗬，迄個破病迄個，所死咗。因為伊開刀無成功嘛，伊病
我減掉嘛，未救掉嘛，我死咗咯。好啦，死咗咧點先？佢是半暝三更咧就真正暗咧就。好啦，你 doctor 你老公咧嗬，伊就要佇5樓位咧嗬，坐電梯要落去出來，佢要轉厝嘛。好啦，咪自己電梯點先咧嗬，行業伊門要敲，要敲門點先？電梯啊！嚇，電梯，好啦，有一個面試咧，真正緊張啊，走過來就，好啦，伊 doctor 捌伊嘅嘛。佢老公咪開門係接來咯，好啦，你面試接來啦，嗬，講下 thank you 呢，伊嚟電梯敲門啊，就一站咁落咯。4樓啦，3樓、2樓、1樓，但係電梯冇停落嚟咋，就嚟個直直落嘅咋，好啦，佢講冇咩丟嘛，因為伊是冇攤訂。basement 呢就係你電梯，特別一電梯直接落 B1 啦、B2 啦、B3 and 直接落咗，落到 B4 嘅咋。伊是有樓無樓，有即係有 B4 嘅樓。冇誒，伊家己從來唔係就係講伊落近處有拖卡，會落到3-4層嘢，伊唔知嘅。係啦，喺你電梯之期啦，嗬，頭時你第一間就是1樓咧咋。一次1樓嘛，伊應該落到1樓啦，應該開門可以行出來咋。但係電梯冇落咗，係啦，伊電梯頂管迄個門頂管唔是有火咯，紅色火倒喺後邊嘛。到講4樓、3樓、2樓，係啦，直直起到1樓咧，嗬，佢 B1、B2、B3 一直直落咗。係啦，落到 B4 點先啊？伊電梯行開門咗，係啦，一開門咧，嗬，有一個大寶貝坐電梯咯。係啦，伊落去就看伊爾嗬，伊就感覺到。冇咩好勢啦，有所在冇對起啊咋，伊就緊靠尾電梯位咋，買可以接來咋，可以電梯直直嗰陣起到對面咋，喺點先你面試咧就斜鏡咧每老官講，doctor 安怎你買可以接來咧？後來伊咧老官就講嚇，我感覺到有所在冇咩好勢咯，你看到伊手位啊，伊穿到一個手，唔是一個手環，一個伊 wrist 嗰邊有一個綁咗一個布咋。迄個布咧是近日死了去太平間迄個木裏邊嘅人會掉嘅咋，就是講啊你死咯嗬，伊綁你手環，伊就是講你特別上去，下面多一站嘅多一個所在去了咋。所以你死嘅人夠綁去，夠綁喺你手。後來伊嘛講，迄個人應該是冇咩好勢，我感覺到我是膽就大啦，特別我本是驚阮啊，所以嘛後面嘛係接來咯。後來伊面試就係咁。牙伊倒抽起來，呀！一粒條！Oh my god！哎呦！冇咩好驚，怪聽我。係咧，就本來我哋講另外一個所在，你都知啦。中國是真大嘅嘛，中國單福建呢個所在，我哋啲有真正一個所在，有真係幾哩嘅故事咧就。當今咱講怎麼講漳州啦，講厦門啦，當然起淡薄。咱講寧德有一個所在，我福州嘅位嘅，呢個所在咧嗬，伊是加烏魯所在啦，加烏魯嘅，係啦，有一堆人我開始上名咗。佢啲位咧，淡薄屁嘅咧，芝麻綠都會大字啊！啱上名起嚟就，啲厝啦冇濾啦冇電啦，亂加幾百出邊本名咗。嗱，有一嗱，這個我講嘅故事咧，嗬，有一個八咧，嗬，特別這個故事是我真濟年前我咧聽過咧，就我真濟年。你到底中國是聽？我唔是，我啲邊咧是聽過咧。然後咧，嗬，伊這個故事咧，我聽過咧，嗬，後尾啲一出戲，真正出名啲咪？你些真正出名一戲裏邊咧，嗬，有一個八就有一個片段的，有一句嘢，但係我講可能聽到唔知咩戲啊，假係人知咩戲咧，真係知。我唔知知哦，特別。你應該有可能聽你看過嘅話，你應該知啦。就是而家出名本年，啊，你講就浪波佢上名嘛。啦，有一集咧，嗬。伊就為了厝裏邊啊，佢就講經濟無好啦，行政當啦，佢無類啦，你講咩物件？我都上名起來咯，我上名起來咧嗬，伊翁真咗起行咗，排波咯，嗱一邊啊，廿個櫃子度啊，赤櫃子嘅度啊，廿個人嘟落去嚟，伊冇事咗。喲，簽到得咯。冇事啦，我唔知簽到啦，冇教大家你清楚而家到時候你幾個數下咯，簽你冇事咗，你冇事咗好啊。你如果唔死啦，佢哋冷啲抬靠人，伊咪更冇起來啦嗬，起厝外你大起來啦嗬，先聽下半死就講死啦，直到咁可能就是咁聽。哦，
伊囝對來是伊囝為講伊媽走去倒落位，伊安怎答伊咧？伊直直想直想，係啦，伊就想講伊媽去倒落位，去倒落位啦，邊個數出來的？伊邊一個數出來咯，係啦，頭一日過了，第二日過了，到第三日，伊囝無問起伊媽媽去倒落位咗。伊囝幾歲？伊囝真細漢啦，7、8歲啦。伊就奇怪咯，伊就袂論嗰度，伊就話伊囝講，你掉路，你安尼坐陣都無看到媽媽，你無想了你買咩？你都唔係問講媽媽走去倒落位嘅。啊，你伊囝講嗬，無啊，我感覺奇怪嘅咯，就是媽媽徛喺你後尾直直笑我咯，你。呀！人哋講。呀，驚！誒，當晚應該吹無咧聲，當晚驚。對啦，係啦，就是因為意思是講伊嘛，一直來你看掉，你厝裏面你看到一擺個。哦，咁魚啊，我冇看掉，點冇看過？哦，迄個魚咧，可是上地魚嚟，整檔呢個是舊年魚嚟嘅。即係上地幾隻驚嘅。迄隻魚咧，若是我啲美國錄嘅，我唔知你有看過無啦，但係啲馬來西亞真係一人看過嘅。咩名講我聽啊？叫做，唔使講佢哋魚名出嚟。會使，我會知嘛。啊 ？shutter 係 camera shutter 啊？哈，就是 camera shutter 咯。迄隻魚就是 camera shutter，就是講相機咯。伊就是相機，有一種嘅相機，你翕咗一條相出來咧嘛。哈，伊是講，安尼講嘅叫做 hologram。Polaroid 啊。Polaroid 我袂曉讀歹勢啊。迄個 Polaroid 迄個是當 camera 嗬，伊翕咗一張出來咧嘛，伊翕咗一張出來咧嘛，嗰張出來咧，伊嚟。就是講你未驚，你未 edit 嘅嘛，未驚，你限制出來咧嘛，你看到就是正物件咧嘛，對唔對？所以伊裏面吼，伊翕咗嗬，伊樣看到效應裏面有意義嘅物件咋。哦，喺厝裏面就攞到有物件咋。我講聽，若是你要看你驚物件，你使去 paranormal.about.com。你講啦，我去看。哎呦，驚咯，我看噶。兩講你 Russia 嘅啊。幾張嘅啊？哇，冇本長啊！呀，我買棒，我等於今日一人到全啦，所以我買棒小白，咁樣去食小白，去食點心，好料咯，喲，不記一班人真驚。那就是你做到玩老人啲咧，我食紫菜啫，please。我用豆腐我食啊，唔是頂住我食啊，做住是拜四。特別我顧住你講上面講嘅啫。係講啦嚇，迄個是我先啲馬來嗌馬來西亞。伊是講嗬，迄個是我朋友誒朋友，應該是我朋友嘅朋友咧。我家姐裏邊冇得食嘅，因為我都知啦，佢只特別去佚佗啊，去外口做 camp 啦，咪幾多正曉嘅嘛，食嘅，然之後佢只講幾個數啊。有一聽到這裡咯，這裡應該是亂夾頭不咯，覺得冇講過，亂講定到講是邦哥嘅嘛。啊對，這裡亂應該是冇聽過，本嚟我垃圾冇聽過，只少人聽過。伊是安怎咧？伊是講有一日啦，有一個同學咯。查某嚟嘅，我幫伊 cos 咗啦嘛，然後伊嘛對伊房間咯，伊住喺迄個宿舍裏面嘅嘛。這是到邊樣嘅？唔是喺邊樣，喺馬來西亞嘅，我唔知道位。應該是作好時候，然後伊就對伊房間咯，然後對伊房間是點先？大概是暗暝7點幾8點咁就，暗咧嘛，有淡薄暗啦，唔是講真暗，有淡薄鬼金城嗰啲嘛，那天就，有淡薄暗嘅咯，你嘛。開門了，入伊嘅房間，因為伊房間是一直感覺咧有所在唔對，對，就是有淡薄物件唔對，一閃開嚟啦，成日都怎麼彈嘅聲，砰啷聲，點解啦我就，嚇，伊就感覺，即係什麼物件唔對，其實特別一個唔知，伊就是安尼款，伊開門了，伊開門。伊開門了，伊行落去，行入去房間裏邊，行入去房間裏邊咧，伊房間。對迄個窗仔位咧，有一個桌頂，伊係斜唔係係 computer 幾，係咧有一個鏡喺邊仔，就係佢查某嚟嘛，就是個小鏡嘛。你看到鏡位，伊看到伊無應該看到物件的。看到咩？因為伊門開了嗬，啲伊倒轉邊一行一個倒轉就是堵嘅嘛，沙堵嘛，就正常嘅嘛。但係開門啊，門邊有沙堵就正常嘅嘛。喺咧沙堵頂管啦，有當時迄個甲夾當去古打個舊嘅厝咧，伊沙堵頂管坑咧係一隻行李箱啦，迄個雪櫃啥物件嘛，你感覺到伊啲鏡裏邊看到有一支兩支卡，喲，徛到啲杜頂啊？唔是，是坐啲伊杜頂。喲，天公會做乜驚？有兩支卡坐啲白女咋？查某是查某情官啦，是咪？囡仔嚟，應該是查某囡仔嚟。然後咧，伊就看到兩支卡咧嗬，
伊就真正惊了咯。好啦，安怎咧？伊心里面想讲，不要紧，甲大胆淡薄。当我看无着，当你看无着咯，当你看无着咯，伊行过去，下伊个 back，准备讲，当我看无着，下咧我物件，稳 steady 咁行，到对出去就无事啦。好啦，明仔伊下邊咧，伊準備行點先嗬？明仔邊個去看得伊啊？唔是，伊聽到有人甲伊講話，迄個人居然會在伊死裡面做嘅物件就，伊甲伊講，哈哈哈哈 ，jangan berpura-pura ha？ 講句 ，jangan berpura-pura，jangan berpura-pura ha？是，我那鬼嘅佢講嘅，佢講問幾時呢？要啦，伊唔止是還，伊唔止先衰啦，你想下啦，伊，我聽到個機會音咗。啊？咩回應 ？echo 呢？我聽到個機 echo 咗。我開嘛？冚掉啫。OK， 講。對下咯，啲講。有時對下。是對嘅喎，如果唔知咩事，等頭咪去看，其實隔佢拍到啲，但係咪係做咩？阿龍佢拍到啲係，sorry，驚咯！要講鬼物件對起就驚，就定打香港小香港嘅時講我自己驚我唔死，真係被講啦呀！哎呦，唔睇我驚，但個拍到啲下龍環，真係被就被跌下啲，驚死啊！我咪是驚死啊！後尾我講話啦，你冇電話咗又怪，冇對起，安怎對起咧嚇？我唔知我冇聽到。pura-pura， 呀，jangan berpura-pura咯。hantu toyol, jangan berpura-pura. Saya Bondan. Saya hantu Bondan. Hello， 聽到？斯人面啊！哎呦，這個節目是不是真恐怖咧？隔離邊咧驚咗。我驚，我都冇驚喎。特別諗埋個講18分鐘嘅。我講18分鐘。18分鐘。講到叫咗。嚇，講。嗱，這個咧嗬，另外一個咧是我其實係我朋友講嘅啫。伊上嗰時，伊家己住喺厝嘅啫。伊甲我講吼，因古仔讀冊咁時咧，啲一間博讀冊對啦，啲馬來西亞上是最好嘅讀冊啦，像是啲Sepang叫Sepang嘛是哦。我唔知，我就Sepang，我未曉係最好嘅位。伊對嗰邊讀冊咯，嗱讀冊咧，我間咧學得冇關係啫，教得冇關係。特別你話一樣幾難橋出邊嘅人大上一間厝嘛，一歲一間厝，兩層樓嗰種歲一間啦，白白出邊人白大嘛。我去讀冊啦，佢叫有項目多住幾啊，隻超住幾啊，行路住幾啊，我咧用出邊人做咩咯？好啦，咁樣用畢業啦嗬，用畢業了，然後咁咪對咯。好啦，對陣時對得貴了嗬，無辜人去到人去 KL 做 reunion 啦，人去聚會嘛，because 大白白30年啊嘛就。我咧我出嚟見面咯，見面陣時有一橋啊，依家和解就依家講出嚟講，其實都嗬，啲人大喺你30年裏邊啊嗬。有一個安迪喺啲厝裏邊嘅咋？你近自己看到你啦？近伊自己看到你，伊家基本上講唔是前期唔嘢嚟咋，特別伊唔捌甲人講過，唔知係真嘅啦嚇，伊就是講伊咪嚇到人，所以伊唔捌甲人講過咋。因搬出來了，因 reunion 就是甲人講，其實人大嘅唔是喺30年裏邊，有一個安迪是大啲一樣嘅厝裏邊嘅咋。Actually 我個一個差唔多上個事本啊，我個朋友樣大邊大啲，定到大慢慢老啲入邊，我一間college 入邊啊，然後樣是
到底伊想用只字，你知只字学生想睡一间大间呀，像阿毛老厝，然后那是隔了些大嘛。你用到去睡一間厝，迄是用隔了一個隔了人看到咋？伊隔人看到特別用大邊哈，因就看到是查某囡仔呢頭毛色高手的，han查某囡仔我看11歲呢，han啊，然後伊穿烏衫烏褲咋？伊干那到底去真類件呢咋？伊啲走卡位件子件厝，然後伊干那播成個 evening 嘅是成個7點幾8點響搞出來呢啦。你用去係是用唔知一厝人本燈成個無數，可能就特別叫人講浪嗱是來灣厝，浪7點幾是忙去走卡的啊。你用7點幾是導致看到人家子夾住，咁無插伊樣一頭無去插亂年就對咯。然後佢幾年了，你時候那時你看到你加大咩？特別有時養嘅大單是佢大落去嘅咧。哦，養走大。我唔係頭是見啦，後尾是關事。你就定到你想你英鎊厝，我就揾隻英鎊厝，你就到底 KL 才讀冊事啊？你冇想有厝攤半啊嘛？啊對咯。我個記憶你時候我唔敢咯，就是講我看到成人嘅，成有影見我就驚死哇！然後佢一間樣大一間厝，本來自己也是樣去討咧靈魂錢，你知道？啊，我知。然後伊一個朋友外國 friend 啊，伊樣佚佗啊，頭成做痟嘛，你知啊？做痟成講家己講嘅啦，啊實家己講嘅是伊紅險嘛，伊成掉接鬼呢，你知啊？然後伊接起啊，樣咪上去佚佗過嘛，上人家做痟嘛，咧上去佚佗呢，伊好像走去樓頂嘅，你知啊？伊講要去跳樓，人家笑，我看到伊好像走去樓頂，人都冇驚，你知啊？走去balcony你要跳，你知啊？爬起伊迄個籬笆位啊！你樣朋友看到Q 一削來，講你頭一顯是其他冰山嘅啊！你是看你請起來是伊個唔知人啊，是伊就講唔知，哎呦，安怎冇到正，安怎冇到一邊？上清楚哦，伊個家佚佗幾個咧物件到正上清楚。你唔驚忙死咗佚佗咯？你唔知是真還是假啦？啦，我唔知住捌聽過啊，唔知各位聽眾住咱捌佚佗過迄個類嘅咧靈魂類嘅，是捌佚佗過啊？你可唔可以寫 email 好啊？嚇，寫 email 特別你好，最好是當進去唔通佚佗嘅物件啦。係啦，唔通佚佗啊！即係物件是無唔通佚佗，你古早佚佗過咧無法度啦嘛。然後古早佚佗過嘅話，甲轉講，特別就是當今咧都唔通去佚佗嘅物件啦。那個歷史啊！你有講聽有一道事嘛是想，我到底等你佚佗你知道？我規定，我無佚佗啦，我無佚佗安尼物件，我覺得我驚。你唔知曉阮嘅啦。我無，我真驚，我唔敢佚佗安尼物件。是講我嘅隔壁班人佚佗嘛。我班不是佚佗過。隔壁班人佚佗嘅時候，家啊，佚佗嘅時，伊樣講，我直到後面看人佚佗呢，就你就講，還是你在往 SBM Form 5是 trial exam 嘅時，咪是無物件做嗰陣時。當你未 doing trial exam 嘅時候，無先生無來，時我過去班年先拍殼啊，actually 是要 practice 做你 SBM 嘅 question 啊，你無是過去拍殼佚佗嘛，佚佗你靈魂類哦，佚佗嘅時伊講因為嚇當今有一間查某也唔知一隻字嘛，你知伊個入面啊，伊個抓一隻字嘅，誒抓係特別起過，特別可能起過伊類，起過伊個鬼起過伊個抓咧一個零嘅，你知道？然後我時是鬼還是仙我唔知啦。然後就看到問伊講伊是大陸，伊講伊唔知是20幾歲查某，伊講伊穿條紅色，所以就係見伊每 question 咧見出來，啊就是 summary 啦 question，伊講伊穿條紅色嘅衫。你問伊講做咩事大正？講伊頂到大正掉暗死咋？到地方等你外口長嘅，你知道？咱人學等外口有長嘅掉紅死嘅咩？伊掉暗我講，我就係未長啊啦。伊只鬼整，伊講到我到底咧大門嘢，你知道？喲，我就係未長啊。安怎你知？你冇聽過啊？我聽過是另外一個嚟。咱一等咱頭咱學等嘅，咱唔是驚會死。我插樣嘅字，總叫俾聽。我咪是驚。咱咪講咪等咧。嚇，咱咪講咪等啊。有人在本可面講嘅，咱冇講過嚟名。嚇對。咱學等火車之類咁時候，嗬，是你有時等嘅來嘛。嚇。你當每日來嘅話，你入來嘅話咧，嗬，你直接車落去嗰陣時咧，嗬，你有看到嗰個是先生一房間嚟嘛，一間。對。個拍字，樓頂拍字。
有古早圖書館嚟嘛。啊，係咯，你有感覺到有隻說冇對記，當然我未記啊，我古早我叫我讀一點先有影時嘅款嚟咗，就是你當位置來咧嗬，伊一條路咧嗬，你看一點先啊，迄個一間新生誒office 頭前啊嗬，是有一排字寫是John On donated 安尼一個字啦，幾排啦，你講就一地嘛，特別喺頭前有一棵樹長炸掉佢個字嘅，I mean 你炸掉個字咧，意思是講你無尊重人，你無 respect 佢個地類人啊嘛。特別因為我聽人講是因為這一日一看這一日你看到伊迄個一排字咧嗬，有淡薄無咩歡喜嘅物件發生嘅咋。哦，看到伊字咧是無啥有事發生嘅啦。浪車啊，上面啊，特別特別浪車啊嘛邊。炸掉你咯。because 下邊伊頭前一張頭前唔是寫條隻唔知咩5 kilometer 吧，我只板嘅嘛。because 下面特別條浪嘅嘛。有咯。就是啲大兵吊暗大兵咯，就冇。你講吊暗大兵嘅時，伊個死嘅樣，我講伊攞到啲道路當劍，你見話咧就到啲騎到啲話後背嘅嘢。冇啦，伊開始講擼住嘅就話鬼咗。我是就話鬼聲，我是就話鬼博士先生嚟啊！我教人得笑嘅。教人得笑嘅啊？你個幾年啊？咗？你個幾年啊？我覺得你個幾年啊？咪笑你啦！唔冷水煙啊，知道？你個死笑個腦聽。我驚咯，唔得啊！我啱啱唔敢落嗰度一人。你當佢幾點有答噃？我當今 Apple 當面早起1點幾。對咯，聽講我當今是半夜1點11分咋？啊！我估一個故事俾你講啊。嚇講嗰隻後尾一個啊。這個是我家己嘅，這是我家己。好，家己嘅爽。就係咯，係你有一道咧，我住啲外來咁先咧，我家女嘅後邊嗰度係嘛，我住外來咁先。係咯，我家己有一間房間嘅嘛，我家己房間，我有一間房間。係咯，我有一名啦，我有當時我迄陣時我做OT 做到食晏，就10點幾11點幾有當時。啊，對個厝咧嗬，去外面買物件食咧嗬，他隔咧有當時上晏咧，真係無好嘛，紅色嘛，係咯，馬邊住幾就去困咧就。嗱衫啦，你笨蛋啊！冇好誒，尤其是咱馬來西亞邊安尼打入邊無好嘅就。蝕啊！阿咪出邊點到地好麻煩啦，第二節早起來就嚟。因為阿無你阿咪上話講啦，嗬，一拍開嗰陣時候，有影燒你兩杯條紅色嘅就。邊兩個聽眾，嗰兩條會聽到一點上次我講嘅話，因為我調過嚇，係咯，即個就是我嘛使困啊咯，我就成嘛，因為我迄一班我規日做 OD 嘛，做加無力啊咯，然後迄一日我就佢要 online 讀 email 者啦，就讀佢 personal email 者，hello 讀過咯，擺喺面前嘅，聽到嘛？困了，後來看了花，看了困了哦，我佢無看咩，但係無看咩啫。然後咁，車嚟的。幫埋曬幾多車嚟的，我車就，我看到開掉咗，我講死奇怪，但係開掉啦。然後我搖嘅手，我handphone嚟看咯，看開掉啦。我嗰陣時我手錶係咁換咗冇，我搖handphone嚟看咯。是早起4點44分咋？我看到4點44分，看到後邊，我特登看到3個後邊呢，我就冇爽。出邊笑，冇暑假嘅咯。做咩事？because 他知道嘅啦，because 他一個人，因看到是到看到4點44都知啦，等人笨蛋。下咗笨蛋嗰啲嘛，然後4點44分，我見我傻，我冇咩驚呢樣嘢啦，咁嘛。佢哋冚會㗎啦，都困咯。然後第二節我本想就，不如對厝咧嗬，我咪真係困。係啦，我嗰陣時未去冚會就都估一個小時啊嘛，我諗未當啊，我困咗，我嗰隻白嘅就，我嗰隻白嘅直到咧嗬，我看我嘅handphone，本時4點14分啊，第二刀嗰就，上連刷第二名啊就，我心裡想。唔知佢隨便關嘢啦，我都冇做咩得罪人，有時我唔睇先會諗有。等你講第三名點先？第三名本上，我本是
放工對住我食晏就成11點幾呢，係咯嘛，佢就去困咯，困了嗬，到我半無夠開會就，嘅我阿妹有當時我正時冇開陣時，我開咗部 music and happy 我 computer 嘅嘛，係咯聽到困嘛，係咯困到我冇夠開會，係咯你嗬，紅飲我嗰隻病嘅，我病嘅陣時我幾幸福嚟㗎。本時4:44分。幾刀啊？第三刀啦，第三刀我就見過啦，真正無爽嗰陣，真 DL 嗰陣，第三刀嗰陣，然後唔係除咗咯。你冇驚咩？還是？驚是驚啦，驚是驚，特別冇辦法本嘛。你都冚開還是 continue 困？一刀我冚開困，我不是冚開困，我無講我是驚是驚，特別我誒嗱曬講，我就當我就是驚嘅話咧，我就冚埋招啦，直 pray，直念 Jesus Christ，係咪鬼直講啊？你唔驚係咯？直 start 有 prayer 啦，直對咗咯，直念咯，係咯，一直當我念嘅我成日我就困咗嘛，係咯，念嘅你成日就困嘅，你講成日困嘅，第三刀咧嗬，第三名咯，係咯，我念咗咯。我念咧嗬，我睇到有人喺房間行落啦。耶！係咯，有人喺房間行落，係咯，我包啲陪單啦嘛，係咯，就拖陪單落嚟，我看到味啊，迄陣時我真正成隻都顧咧，有可能是我看唔到，有可能是我做白，假使有可能有名，有安尼。啊，你唔知你味味好好呢啦？味味好好安尼，有一個唔是番那部咧咋，特別有一個人，伊包第一頭陪單拖咗頭開包第一頭，係啊，番那包頭咧包掉咧，第二頭就會驚過的。喲，那冇嘢咯。你冇屌啫啊？我佢在 pray 啦，困啦。誒，嗰陣時我啲別當我就都顧咧就，我直接冇得困3、4點鐘㗎嘛。哎呀，所以你唔知你到底不講賤嘅情緒，佢到底是大約一個嘅 imagination 係是正正，你對咯，所以我是咧，我古早有聽過人講，就是講你對啲冇好物件嘅話咧，你特別講可能聽，講出來，講就說冇嘢喺度。我嘛去我教堂去我出去嘛，講好我喺你邊啊，你 congregation 講人聽嘅咯，講我啲故事啦，係啦，然後講好哦，Satan 能俾嚟隨路啦，係咪鬼啦？聽講對 Jesus 嘅 faith 唔夠 strong 啦，係咪鬼？亂話假死敗啦！你講假死亂話，個亂話就冇計個亂話。你係梗 you 啊 ，do not you see yourself。誒，我講實講就，我估你嗬是即係我朋友嚟，正好嘅朋友嚟，伊啲倫敦本個主意上背啲倫敦本啊，伊本是咱人嘅 podcast 嘅聽眾嚟。哦，也是啊，我是上面Randy。Randy 啊，你好無？有啦，伊是咱嘅聽眾嚟，特別我唔識講，伊喺家己講嘅時，我講出嚟咧。冇叫伊講埋啫。佢講白字講，我留掉佢。啊留掉啦，是白字，我拍錄音 conference 嘅伊，要 Skype 喎。伊有 Skype，伊佢只講 Skype 嘅。啊 ，OK， 咱叫伊 at 我咧時候，然後咱白字咱個 Skype 咱個講佢。要佢嗱你講日本真正恐怖嘅啫。喲，啊，即係變咗變咗 Hantu story 啊！變咗學見變咗鬼個數去，咁人見講鬼個數嗬。我驚咋，我講聽我就驚，我同伊我就叫乜嘢？咱咪講鬼個數，咱講就冇咁奇怪物件啦。變咧有嘢學，咱有聽過一杯做嘅個數。冇。我聽過，迄個是真大尾做嚟咗。誒，我唔知是真係假，我唔是。Anaconda 啊，嚇，真正大尾嚟咗。誒，比 Anaconda 個大尾嚟咗，真正恐怖嚟咗。特別咧，我冇學過。用意思係你變road 係佢掉咗是變 road。誒，唔是變 road 嘅大個。Oh yeah。啊對，誒是，我唔知就是講咧，誒是我爸朋友講嘅嘢啦。伊是講有一道咧後邊咧，咪是做，你看只所在啊，人去拍地基啦，我唔知是倒落位啦，我嫌疑應該是迄個咁大外口迄一塊地咯，迄一片地咯，我覺得有一片地迄個田橋位啊，田橋啊，就係迄個啲陽灣。哦，嚇！你2毛錢3毛錢嚟啊！正迄個2毛錢3毛錢迄個天橋位嘛。啊對。頭先有時講，古早我講會開 metro 這樣呀嘛就。哦，講就係你 capital 啊，邊嘅哇？啊，capital 古早是 capital 嚟。哈。古早是自己起大，我唔知係咪起大未記啊，就未記啊。是 capital 是唔是特別難 road 啊邊嘅？就是迄個角頭嗰個裝飾迄個。邊 road 夾 bringing 嘅路邊 cross 嘅嘛。就是呢個，我想咗應該是呢邊啦。
因為伊講咧所在吼，我當時都有淡薄想阮咯。我唔講是真係是假，但是講有份邊咧聽到咯吼，就係講是倒落位話咧。甲人講者，叫阮放起來。對哦，落啲朋友裏邊啲咧意見事項裏邊咧講互人聽。好。係咯，迄個你好是伊講有一道。厲害啊！學到我功夫啊！對啦，我就咪講你拍廣告啦。然後有度拍地機，嗰隻拍地機，片冇拍拖開啲嘢嘛。那拍咧嗬，伊公司哦，所買起處啲邊個？買起的，這為什麼買起咧？冇得冇算，那拍地機都買起咧，有鐳嘛都買起咧。好，買起是因為人看到本身看到物件啦。看到咩？人看到，人拍地機拖開第一位啊嗬，人看到有抓皮的。哦。你看到正大片嘅抓皮，使拖卡位人，你看到有一隻單的鎖，困啲下底位，你看到伊皮人咋？你叮當哦？伊冇叮當嘅。應該困嘢，看啲配啦。呀，這未必是 dinosaur 咧，未必能有 dinosaur。伊請一個師傅來看啦，請師傅來防水啊，鬼啊，請來看，咱看個哦，咱別使先起厝啊，咱做啲起行，一隻叮當啊，咱規個邊咧多啊，無去啊。哦，我上捌聽過很。有一尾隻大尾抓啲邊咧會按皮都頭殼會困掉的，就是講拍地拍開底要看到伊的。所以你樣是拍未落，假是怎麼是看到伊？拍未落，看到有抓皮啊！佢見大到對，買起啦，拍蛇走成啦，拜。當今做咩啊？當今我唔知做咩事啊！當今我未記得當今是做加白。哎呀，我試點先冇教啊！或者我結果教你講，我佢琴日講啊，嗰陣時候到啲咧，哎呀，死我唔再講，我咪講啦，唔係，我咪講叫人輸。because 當今是隻落棍厝嘅，當今是經是落棍厝嚟。你邊度冇講落棍厝嘅？好，佢一間落棍厝啦。伊定到時，我個落棍厝冇幫行。我唔知有幫行冇辦法，我唔知。是講定到時是人被起人大厝，是起未成嘅，你知道？伊起定到起一間厝只大間嘅嘛，幫到邊嘅是無人大喎。你是我聽講定到時是隻阿嬷，英國人過來啊，你是。拍戰即陣點先拍戰嘅時，伊就起互伊冇大，你伊就正大咧拍戰嘅時，伊就驚嘛。伊講伊只是伊個翁無佇，伊聽到聲音毋知個較有聲，所以佢就拍戰時，伊就驚，伊就冇大巴肚，你知道？伊就驚伊樓梯落來咯，樓梯落來驚落去，樓梯會幫裂去，你知道？巴肚來規個伊個頭殼插落去巴肚呀，你查某滿死去，你骹掉，死去就樓梯會掉，你知道？尋伊驚死去咯！你想講係死去啊？伊厝被人大隻人要 try 做隻起過伊厝，係咪嘅？嗰厝人無好事啊，破病啊是無人無好事，可能起厝人直直破病，你知道？所以後尾無起啦，後尾做別行嘅，做即個醫生關係嘅時間就 OK 咯。就冇記啲咯。特別你是講當今迄個就是落棍厝誒？當今是落棍厝啦，特別咪甲你講到一間。未記。我唔知做一間嘅。嚇，你唔知道一間嘅？你只數嘅時間咱就知我是條數，唔要叫我冇講名。冇，你袂條數嘅。而且一間落棍厝真危險咋，迄個所在就是安尼款所在嚟嘛。哦 ，OK 啊，未使講一件。喂，咱。了啊 ，OK， 你拜我叫，咁樣去食小白，人驚是咁樣食小白。我講一個，有大紅豬講嚟，有冇好笑，一句話，就冇好笑，就是講啦，有一單我朋友嗬，伊話要搬厝咯，伊搬了，那咁我都真係物件無順利啦，我真個後面物件不多啦，物件佢都做工嘅，唔知我人命啊，我就真係唔歡喜咯，你冇找一個風水嘅師傅來看厝嗰時候，你看厝咧嗬，伊就看厝嚟講，乜嘢？車尾兩大正叫佢落名，一個歐邦正叫做丁格伯斯，你知道未？唔知。你唔知啊？伊啲誒台灣天橋位 Convent Green 呢度位。Convent 哦嚇對，在一間叫做丁格伯斯咋？你講哎呦大人姐，佢見搬厝啊，人找唔到所在咧，丁格伯斯啦，冇。丁格伯斯啊！死啊！唔係，即係你威可能輸嘅咁講，佢哋坐啲丁格伯斯嚟搞到輸啊！冇別件就是講笑。
你是講笑你啊？講笑你啊，係啦，應該別先呢。OK 啦，或者咱個講啊，感謝你哈龍，甲咱講幾個事，這禮拜是咱講 Ghost 不啊，幾個事阿龍嘅幾個事，感謝下禮拜咱個再見。